各位，今天是4月25号，是不是？刚好早上我们吃早斋，大家已经圆满了。那么按照我们过去的规矩啦，往例，我们呢都有利用早上的时间呢，给各位大家结个法缘啊，介绍一些祖师大德他开示的法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按照以往没有例外，我们照常的拿出这个善导大师。善导大师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嘛，阿弥陀化身，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才是正确的，才是真正佛的弟子。那么他讲了一段话，现在我们开始来为各位来介绍善导大师说：“愿一切行者等，一心唯信佛语，不顾生命，决定依行。佛遣舍者即舍，佛遣行者即行，佛遣去处即去。是名随顺佛教，是名随顺佛愿，是名真佛弟子啊！”这段话，很简单的话，但是当头棒喝。我们很多人修行呢，都是表面看起来你身体是穿着出家衣服，头是理掉了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标准的出家人，但是你的心跟你的行为不一致。往往佛怎么教你，你违背了，你不按部就班，你不实际上的好好力行实践，所以造成呢，我们佛教一直衰败，佛教一直堕落，佛教堕落，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善导大师讲的呢就有违背了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。善导大师说，我们企业呢，愿就希望我们一切修行的人呢，这些所有修行的人怎么样？一心唯信佛语，要一心一意，一心就专心嘛。你不要三心二意啊，不要三心二意，你要把诚心专注在一个地方，唯独单要相信佛所说的话，佛语嘛，佛讲的话，佛开示的内容，你要一心一意的怎么样？要相信，佛不会欺骗众生啊，佛不能加害众生啊，也不可能陷害所有一切众生。所以我们知道佛的慈悲，他已经是证悟了，普慧双修都圆满了，所以有这种境界，那么他讲的话绝对帮助众生，让我们众生能够了生脱死啦，解脱六道轮回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众生。因此他讲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那么相信佛语之后呢，我们要不顾生命，你的生命我们不必担忧。就算可能我舍身舍命了，可能我的命都舍弃掉了，但是我不愿意去为这个事情担忧，我决定依行，我决定就是下定决心了，我就依照这样去做了，按照这样佛讲的话，我按照这样去做，是实践，我绝对不敢违背。那么好好的去实行，实行之后怎么样？佛说，佛遣舍者即舍。都如果说佛教你了，告诉你钱就是把它消除掉，叫你说要舍弃，那么你就应该要舍弃。比如什么要舍弃啊？贪啊，嗔恨心啊，对不对？嫉妒心啊，怀疑心啊，傲慢心啊，这些佛都钱就把它拿走嘛。佛叫你要把它舍掉嘛，叫你钱就是把它怎么样去革除，怎么去改变？你要把这些舍弃掉的了，佛教我们要舍弃的，我们就把它舍，这才真正修行。佛遣行者即行，佛教你说你就要去做，你要去做，你就去做什么？慈悲嘛，善良嘛，包容，我们原谅别人我们不要计较，这就是叫我们去做的嘛。我们要行六善行布施，行忍辱，
对不对？都是佛教导我们的啊。那佛叫我们去做，我们就去做。我们没有二话，没有第二句话。各位不要怀疑，也不要犹豫，不可以犹豫。那么这样，我们呢？佛教导我们，原来我们如果能按部就班了，那有一天你就跟佛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就跟佛一样。所以佛叫你去做的，我们就去做。佛叫你去处，遣去处者，遣就派遣嘛，我派遣你去吧。我现在我派你去，你要去哪里？佛告诉你那个地方，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好，非常庄严。那我叫我们要去，那我们就去，我们就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内心里面不会裹足不前，不会怎么进进退退，不会三心两意，不会。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好像把佛的话不当一回事，我们不敢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你是佛的弟子嘛，所以佛叫你去，我们就去，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。我们要有这一种随顺佛的心意。佛的心意是这样，我们绝对不敢去佛逆他呢，去违背他，我们不敢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做，佛派遣你要舍掉，那我们就舍。佛叫我们去做，我们就去做。佛叫你去的地方，我们也就去。你能够按照这样去做，听佛的话，是名随顺佛教啊，这是随顺，这叫我们非常随的、顺从了佛的教导。佛的教导，佛该提醒你、教育你，你完全顺从他，顺从。我们不敢有丝毫一点点差错跟违背，是名随顺佛愿，那就是顺佛的希望啊。佛的愿就是我的对你的期待，只要你按照这样做，你一定成佛的。有一天你能够大成就、大解脱，然后成就这个道业。你想，这就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，就是名随顺佛愿，是佛最期待的。佛所满心的愿望就在这里啦。他把我们当作自己宝贝的孩子嘛，都是他宝贝的孩子，他不忍心看到他的亲人堕落受苦嘛，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按照这样去做，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按照自己的意识，没有按照佛的意识去做，我们自己想的就认为对啊，对了就结果呢？因为我们是凡夫众生，智慧不够圆满，判断能力又很庸俗，所以我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意识就搞得七荤八素的，一直沉沦，一直受苦，一直堕落啊！你现在不要按照你的意识做，一定要佛怎么教你就怎么去做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是名随顺佛愿，就是佛对我们众生的期待，佛对我们众生的盼望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那么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，是名真佛弟子，是真正是佛的弟子啊，是真正是佛的弟子。那么最主要的，佛呢这么千辛万苦的来到这个世间里面，最大的愿望叫我们好好的念佛，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随时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。我们只要一念佛，阿弥陀佛救度我们。我们佛教导的，我们信受奉行。佛教说一定要发愿西方，愿那个大家都要愿往生，愿往生。我们有佛教我们知道娑婆世界不是久留之地呀，不能停留啊，不能停留，知道吗？这个地方是五浊恶世嘛，所以是一个非常肮脏灾难，各位是为恩怨。永远摆脱不掉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？不要看到这些污秽的、肮脏的、不干净的这样一个世界，怎么样呢？我发愿到西方，佛说叫你去，我们一定去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不要想去啊？当然要想去，只要好好的念佛，顺从佛的交代，那么我们就是真正佛的弟子了。真正佛的弟子，所以你们在座各位是不是佛的弟子啊？是，我们就不要违背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非常重要。今天这一章善导大师的开示，虽然这个并不是什么很深奥，但是呢内容很精彩。
太精彩了，对我们修行人太大的帮助了，太大帮助。我们很感谢善导大师，很感谢各位，衷心的感谢啊！我们愿意将大家共勉，我们同生西方，同成佛道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